但係我哋對於動物嘅權益咧，我哋就漠視。我覺得咧呢樣嘢咧，我哋覺得香港政府房委會應該要與時並進，喺呢個政策嘅方面咧，係需要跟翻我哋香港一個咁有公民社會嘅趨成熟咧，我哋覺得對於動物權益咧係一樣係要同步去推進。我建議其實咧，包括喺一啲政策上面咧。喺啲政策，包括喺公屋方面咧，如果係新建嘅公屋咧，我覺得其實係可以考慮咧，係撥作一啲係容許可以養動物嘅。嗱，之前咧咁多位朋友，我哋愛護動物嘅，你哋唔好氣餒，因為貓亦都係過去我哋爭取咗，然後先可以有一啲全部即係已經係會係有閹咗嘅貓之後咧，佢哋已經係容許係留喺公屋。咁我覺得無論係寵物好，或者一啲唔同嘅植物啊、動